是的。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跟来自不同的华人地区的这个法友跟他们见面。OK。汉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追溯到大概1000多年之前了，在藏王松赞干布时期。有时候呢，双方的这个关系也有一些冲突，就是双方有一些军事上的冲突。那个时候是公元7世纪的时候，应该是西藏的，就是藏族的军队呢，也杀了很多中国的军队。所以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因果报应，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可以从传统历史上来讲，大部分的华人呢都是信仰佛法的，可以说这个是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在藏地啊，在这个松赞干布时期啊，公元7世纪的时候开始，对佛法的这种入藏，或者是藏人对佛法的这种接触，应该是从尼泊尔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到西藏开始。所以我在平常跟华人的法友跟他们讲法的时候，讲弘法的时候呢，我经常跟他们讲，从佛法的传承历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华人的教友们是我的这个学长，我们藏人呢应该是学弟，所以我作为学弟，所以学长表示尊敬。所以我有时候跟印度的朋友是这样讲，在历史上来说的话，从佛法传承的角度来讲，印度是我们的老师，所以藏人呢应该是印度的学生，印度的徒弟。当学生跟徒弟呢，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师有责任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学长呢，应该多关心学弟。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去过台湾几次，然后呢，在达尔姆萨拉，在印度，最近这么多年来啊，也有很多的从来自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华人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弟子，然后呢，我们可以说这种民间的交流发展的非常快，民间的交流发展的也非常好。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双方
对事实的状况没有那么了解，对情况的不了解，所以产生了相互的这种怀疑或者是猜忌，这种是不应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双方相互见面交流，然后了解各自的情况是非常非常重要。应该是十几20年前了，就是在1989年6·4天安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就呼吁藏人，应该在你们所在的地区，不管在世界各地哪一个地区，如果在你所在的地区有华人朋友的话，你应该要跟他接触，应该跟他建立一些好的互动，甚至你要跟他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我这样呼吁过。但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呢，我们跟来自大陆的华人接触的时候，他们是比较疏远的，他们不愿意接触。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89年的这个6·4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大陆的这些华人跟我们接触是比较频繁起来。事实的状况也是这样，在中国国内，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还是有一些距离，有一些困难。所以你们来自台湾的这个朋友，来自香港的朋友，你们对这个事实的情况呢，可能因为信息的透明化，你们对事实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而且比较广，所以你们对大陆的朋友，对他们解释一些真实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们台湾跟香港的人不管到大陆去从商，还是到大陆去这个朝圣，还是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不管什么目的，经常频繁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困难的情况之下呢，你们可以把这个境外的一些佛书以及我的一些关于佛法的解释等等，我的一些讲法你们可以带进去，可以跟大陆的朋友跟他们分享。所以你们对西藏的这个状况的了解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你们可以把实时的状况可以介绍给你周边的朋友。虽然我讲的时候有一点带一些政治色彩的样子了，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事实的状况。我们看到西藏过去这几年来发生的这种自焚的状况，从这个自焚的状况一个个案的现象来看的话，一个人有那么大的勇气可以把自己焚烧的话，他可以伤害别人是没有问题的，很容易去伤害别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自焚的人，除了伤害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去伤害自己以外的人。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不管有任何一个大的困难，他们都是以佛陀的这种非暴力的这种精神为他们最大的宗旨。
믹스에 그냥 저기 로종제 파바생에 뒤에 무를 가고 뭐로 차고 등지 레슨에 로소 동야 등지 준비 기르도 봐. 几年前开始，我们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在西藏的旅游的人很多，所以这些道友呢，基本上都清色的换成了汉人，就是藏人的道友全部被下岗，然后换成了新的这个韩人的道友。然后呢，在道友之前呢，他们也经过教育跟学习，然后呢，对他们在教育跟学习当中特别的间接的跟他们就是说，在道友的过程当中，不管对外国人对汉人，你们要解释说藏人的这种道德的品性是败坏的，然后呢，藏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钱，这样跟他们教育。然后就是藏人非常爱闹事打架。都说的有个照相子，就把提起来，爸爸他开始有我这个样，就咱俩的装起来，光吃不加什么的，我那都是这的说这个language 都是个考试。所以这是我听到的消息，比如说这些游客到藏地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遇到一些藏人的这种商贩，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跟他们买卖的时候呢，价格出的很高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藏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要骗人的，或者是他说他非常的喜欢钱等等。”这是一种商业竞争啊，每个人都会喜欢钱，没有人说不喜欢钱的。也比较当时是属于，我们这里啊，爸爸的就是半小时那个上课没啥，但讲话的是他半小时开车多少是速度。所以我记得我的兄长大策仁波切曾经跟我分享他的一个心得，就是说他当时在西藏的时候，特别在西藏的寺院里面，他从来没有就是关注到这个金钱的重要性。到了印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钱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这个在印度没有钱的话，也吃不到东西，也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去游走。所以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个消息，方说，这个阿文格西他昨天他的钱包丢了。所以他只有到这个路边呢去说，希望给我一点点这个吃的。加上个，在这里印度，我那是的，刚看到，假如你刚才的谁推下来嘛，都谁不是全是马的，确实个团的，看到的。中国政府搞是搞是这个人，他看到个卡在省休息多，完就卡在情面性的，就是传送了呢，他就差了。所以呢，这个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西藏的这个问题状况，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从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的，中国政府一再的说我们是分裂中国，我们在搞分裂。其实我在1974年的时候就开始决定，就是西藏不寻求独立，那个主张是在1974年就开始决定的。所以我们跟这个中国政府之间呢，我的代表跟中国政府之间正式的接触是在1979年开始，但是在1974年的时候，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那我们到底在诉求什么呢？我们诉求的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明文规定的藏族自治的这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条款，要落实那些条款。在我们的平常的表述当中，或者我们的概念当中，我们从来没有提说大西藏这个概念，是中国政府强加到我们的头上，说我们在搞大西藏。
다现实를 들여다 원구치 도와다. 저 이제 가다 표지 쓰고 이거 문제는 없다. 그래서 뒤에 대确实是凶给뒤에 아니 가서 우리 다우자야. 야고 수지 민영 공부시야. 그래서 토다 뒤에 나는 기껏 깨로 치서 됐어.所以我们所要求的，或者是我们的诉求，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规定的西藏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这些都是明文规定的，是宪法里面有的。在这些不同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里面，我们需要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西藏的民族特性，以及西藏的环保等等。对这些的发展跟这些的保护是我们应有的责任。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去真正去保护的话，也保护得更好。所以这是符合宪法的精神的。这벌금직이야 아니 시주 타고 숨는 줄 저기 배배게 술도 예배 있는 사람이 뒤 대배 있나 카제 냐가 도스 선다게 비 배배 게디 떠서 가서 즉 개중지야 시주 시딩도 벌금 딱 괜찮다 뭐 당연히 들는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在西藏的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官员呢，他们认为这个，因为西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他们认为这就是西藏分裂的一个因素，最大的因素。所以对西藏的这种语言跟文字，乃至西藏的文化的保护呢，它增加了一些这个障碍，使得在藏地藏语的这种地位呢越来越偏低。所以这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有着这种想法。跟这样子现在人，안 다들 조주대 즉 산재배 아니 최고 하고도 떠주고 세계고서는 비 약수샤다. 所以你们也知道，当今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这样讲，去解释这个佛陀的教法，特别是对佛陀的这种教法的见地啊，他的观点做详细的、深入的解释的话，所有的语言当中，应该说是藏语是最好的，藏文是最好的。这个印度的梵文已经没有了，它是一个古老的文字，它已经没有了。汉语里面当然有这个不少的经典，但是我们从这个翻译的经典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学术界的人现在异口同声的认定说藏语的这个翻译更准确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语言呢？这个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藏民族的一个传承而已。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讲佛陀的教法，特别我经常强调的这个那兰陀的传承跟教法，非常完整的去保护它、去传承它。我觉得藏语是一个唯一的、最好的语言。所以你们大家都是对佛法这个有这个信心的人，所以你们对这个藏语文的这种保存以及它的发展，你们应该多留意一下，多关心一下，是好的。所以这个文字的独立性其实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啊。我经常跟这个华人的朋友见面的时候，我讲，你看印度是一个大国，它的东、它的南、西、北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不同的文字，而且是宪法保护它可以在当地使用不同的文字，它没有说一定要使用同一的文字，但是呢，它没有这种分裂印度的危险。
친구 모두 라완체 이르잖아요. 간단 그래도 차원은 투명 개발하는 초시를 하고 투명 개발的 통제되고 所以呢，关键的一点，你对他们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利益特别是有法治有这种自由的空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看到共同的一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呢，它不可能有这个分裂的这种群像或者是分裂的这种想法。在这里就是呢，간다다 베베기 수도 예버티 뭐네스는 약간 그게 영화네. 다 첩식 타는데 동dik 산에 새끼지 저자디 핑크스도 와. 所以呢，我可以总结的讲，就是说藏语，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对整个国家的这种稳定也好、完整性是没有任何的危害，没有这个分裂的危险的，这是可以这样讲。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用严大的方式，严大这个词是在中国出现的，过去出现的一个名词。如果用严大的方式的话，其实对整个整局的稳定呢，这个是没有帮助的。我打过手有，我经常给청균세야 돼， 我那양다 버리。人家청균 영향 은 동dik 계신 거， 这样的吧，청균세야 돼， 선내 영어로 봐， 这是个仪式观吧，仪式영어는经常的仪式你都读不完吧。所以我经常跟来自大陆的朋友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也经常跟他们分享我的想法。我说，胡锦涛主席他上台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他说和谐社会。我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要达到和谐的一个目标，用严大的方式的话，绝对不可能实现他的目标。和谐要来自于内心，那内心当中怎么产生和谐呢？应该是信任。有了信任，才有这个和谐。如果是恐惧的话，不可能有和谐。所以，这种方法呢，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这个和谐的目标。干对了，他从没就那什么。结束个着手嘞，他说能够给你，等下个着手钱情况差不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几年前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的维护稳定的经费，已经超过了这个国防的预算。사실 저번에 제가 이제 계급 이제 시절에 사실 계속 조선의 농공기 대자가 조선 체제를 사실 아이다. 대단히 좋거든. 所以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说有20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说它内部稳定的经费超过这个国防的预算，大家一个人签一张就好了啊！不要带过来，那法王很辛苦。接下来还有那个蒙古跟藏人见面，你们如果签名就那个佛陀的像递上来就好了，其他不要签。所以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虽然我们有这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甚至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呢，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我们可以像这个欧洲、这个欧盟一样，为了共同的一个自己的利益，可以在一起。好了，你这个本子不要拉上来。你们有问题吗？可以提问题。提3个问题，可以提3个问题。对不对嘛嘞？对不对？对。有问题可以提啊 ，OK， 您提。然后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那个交流。然后有什么批评你们也提出来批评我。
OK， 他的主要进到我这下，他的台湾个他的南边罗马的说，他加个咱们那加个卡斯卡了，去个他多个的刚刚这个也是，地区都叫公司叫台湾的配这个，你莫那么的讲究修个是，当然是他的追求看了，但我们移动，他对你但过去你可能是三个过的这里，地区嘛，送个的，地区都3万多一过的呢。去高昂的技术嘛，去拿特别个地区个优势。一个人那个佛陀的照片，一个人拿到1张就好了，好不好 ？OK， 不要多余了，你要为法王想啊，不是说为自己啊，我们这个有这个心啊。台湾人啊，听我谈不起呢，700个呢，他罗南家是台湾人来的，最给的。我第一次是1997年到台湾了，然后呢去了台湾以后，我就后来决定说隔2年去一次台湾。那一年他熊不团的小姐这个是吧？想到爬山的，俺得考啥？云考啥？那 OK 了吧 ？OK 的话呢，能不到来了这些，OK 的话呢，高声音呢这些就是能不干就来这人些的这么这个。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呢，我到台湾比较困难了，因为政府没有办法批准，甚至有一次我在这个日本的冲绳呢，回台湾的时候，回印度的时候呢，就是我希望经过台北，就是专机从冲绳到台北比较近嘛，不需要回到那个东京，从冲绳专机到印度，但是这个专机啊，政府也没有允许啊。您不要讲话，喂，听法王讲什么是很重要的，其他都是世俗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好不好？下去。这像这开始在上头往这长南去，不是没家往这也为呢，哪是上头往前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对这个密集金刚啊有这个信心的人啊，如果超过100多个人以上的话，如果我们下一次有因缘的话，可以在达兰萨拉传授密集金刚的这个灌顶。Salam to you.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题 ？OK。现在香港跟中国的矛盾好像越来越OK。香港、台湾、中国的矛盾，现在越来越明显。不是台湾了，香港跟那个大陆的矛盾，香港跟台湾没有矛盾吧？不要，我就香港跟大陆之间嘛，最关键的是不是 ？OK。但是怎么样以非暴力的方法去哦。因为大家对于中国都好像我们现在这里就有很多中国人。对，怎么以非暴力的方式。比如台湾也不喜欢大陆，香港也不喜欢。哦，对，这个我懂了，是这个意思吗？对。OK， 他香港的意思，他把那们的香港的讲了刚才把个这话的对，他香港没得说讲了马个17人中，当然是台湾人了，他讲了马个17没修就用不了的，
뒤에도 딱 공사초니 갈루시알라 체메 시웨토니 아니 지 소수다 지 탑소다 아니 라원티 간지스티네 솔렌지 그랬어. 난저 다我还能当这里我就主学的这边写讨论他的基本用户多啊不就是个听不多所以法王说开玩笑讲啊，我们有这个很深的经验了。西藏的这种斗争啊，已经是过了50多年的时间，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没有什么成果。但是说不定你们是一个民族嘛，一个华人的民族，说不定用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的话，说不定会达到一些效果。说实在的，这个部分呢，应该是由你们去思考，从这个深入的去思考。我对这个呢，没有任何，怎么讲啊，就是支点呢。不管怎么样，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这个社会机制的透明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社会它隐蔽性很高，比如说它有很多国家的秘密，和一个社会它的社会机制、决策机制比较透明的话，这个透明化的社会一定是它有未来，而且它的力量是更大的，这可以很肯定的讲。然后就是对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公正是很重要的，公正性是很重要的。当然了，习近平总统这个任命还是人家给我当如果有手续做啊。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习主席他的过去的这几年的一些做法，似乎有一些正面的发展。所以不管你们香港人、台湾人，不能泄气，一定要有这种信心。你好。OK。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要发出声音。我们很爱香港的朋友，也很爱台湾的同胞，也非常爱西藏的朋友们。我很想问，就是像法王这样的那么尊贵，那么有修行，是他有信心吗？他能回到中国吗？다들 뭐란다 자나니 용인스 아니 뭐란다 다들 주고야 지금 나 또 자나미만 태원을 배 가오요 홍콩을 가오요 보발량 가오요 안티제도 다 공사ቸው 다 그리고 납친 거 만나지 아니 자나라 파 페트야 그 여름철에 이치다 샘식 요나미나스 이치다 샘식이 法王说他有很大的信心呢。他们喜欢。我可以跟您告诉一个讯息，就是说在2005年的时候啊，我的代表跟中国中央的代表第4次的谈判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正式的官方的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1955年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呢，我当时提出来说要去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要去朝圣，但是当时中国政府跟我讲，那个时候道路不好，条件不承受，所以呢没有能够去，这可以说是我终身的一个遗憾啊。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跟中国政府提出来说，我希望以完全是宗教的身份到五台山做一次朝圣礼佛的一个愿望提出来。但是后来他们说，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达赖喇嘛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别不开政治性。
인터넷 변신을 시한다. 공고 좋아하니 공고 좋아하는 제가 먼저 내가 준비 시하지 그래야지 그게 상부 상부 쉬어버려. 이거 맞다.包括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上一世班产实施班产圆寂的时候，我们也提出来说，我们派一个团，专门为班产的这种这个圆寂做一个这个祭祀，或者是做一个礼佛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当时也没有下文。所以一样的，到台湾最近也是一样的。虽然我有这个愿望，但是没有办法形成。如果没有政府的允许，我如果去的话，去了就被关了，那一定是这样。OK， 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接下来还有那个蒙古团跟藏人团，今天还要回印度，所以没有时间，大家不要急啊。